保伫现场安尼检测有的人若伫路途的中间，因有可能会当用视讯用咱的这个线上直播来作为敬拜。真欢喜，咱搁迎接新的一年，咱甲隔壁请安一下，讲新年恭喜，耶稣听你，好无？甲咱隔壁请安。真欢喜，咱用上帝话。正做咱新年的开始，旧历正我想若较年纪有的人，迄个感受会搁较深刻。但现在咱已经进入到工商社会，为互咱感觉讲旧历咧过正，到底什么意思诶？大概是因为咱台湾抑阁是受到即个旧历的过年会当放长假安尼。日本时代，因已经伫明治维新了后，因就讲咱咧对新的时代，因为咱农历，即旧历的农历，这是根据即个做事人的季节的变化。当新的时代，工业时代是毋是咱来改做用太阳历对新历来过年？所以日本人伫迄个时阵，伫日本时代，伫咱台湾的时阵，就慢慢甲新历年来用做因的过年但咱台湾人嘛是袂惯势，因为旧历年毋是干那迄个日子的变化，是旧历年内底足侪风俗足侪的礼俗，咱换袂过。所以到今仔日，咱嘛是共款咧过旧历年安尼。毋过现在。咱会记咧讲，全世界足侪国家现在还咧上班，还咧股市咧上市安尼。所以台湾人一寡，若是世界的企业的，拢袂当休困，因为因必须要注意整个市场的变动。总是对咱台湾来讲，这个农历有甚物意义呢？咱嘛会当伫遮来做一个真好的了解甲学习，因为这个甲上帝创造有关。特别咱今年迎接。这个50禧年所以牧师用恩典50载，迎春新未来，也同款伫过正的时阵，甲咱大家面对新的一个新春，我们在庆祝50禧年，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等下咱的经节咱搁做复习啦那恩典50年，迎春新未来。要互咱来做伙勉励什么、学习什么呢？大先要先祝福咱新春啦咱种迎接新春的脚步。咱今年咧特别有请咱的谢福龙师啊，遮甲咱写一个春联这个春联叫做“富强旺新福，喜年得主温”。咱用喜年甲富强，诚做咱的罐头迄个丸子的罐头冠伫头前，来甲咱做祝福，真侪兄弟摕一张转去搭伫家己的厝，嘛是真有意义啦那富强旺新福，喜年得主温，这是两个上重要的这个概念，就是咱富强50年是上帝恩典甲福气，咱仰望伫新的一年第50禧年，咱能得到主的恩典更较大。所以咱有几下像咱爱写春联啦咱若等下礼拜煞看咱这个外口这个隔离这个门嘛有请咱的这个花长老写春联的所以讲50禧年恩典满，新春蒙福主爱长50禧年恩典满，新春蒙福主爱长。咱嘛会使用这个话，诚做咱的一个祝福啦叫做富足灵命庆50，强健信德迎新春咱灵命恩典享受过50强健咱的信德来迎新的春天。讲到这个年节过正咱拢袂免俗地讲，咱到底是安那会过旧历正？咱叫做农历春节啦是安那叫做春节，那袂讲夏节是秋节，要叫做春节看到遮
古早历史的典故嘛，真有意思呢。咱咧过春节，咱一般社会咧讲咱过旧历年、过农历年，有的人讲这都属于中国文化内底，所以讲叫做中国新年安尼。但是，若要正正确确来讲，这个历年是应该是叫做农历年。农历年，因为这个农历唔是旧历，也唔是新历，是一个混合的历。互咱对古早2000年来，这个农民会当照着24个季节，会当什么时阵要夜景，什么时阵要秋收，什么时阵要休困。有一个根据，因为咱知影我们的古代农民大家都不识字啊，你怎么教他说什么时候应该那个时候的宣传或是所谓的媒体新闻也不那么清楚啊。有一本农民历，那就很清楚了，什么时候应该春天到了所以春节对农民是非常非常重要，是真的很实用，而不是我们现在只是度假而已那这个一个典故的故事就是讲，有一位叫做春节老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很少听到，但是对我们特别是华人的习俗是非常非常重要。他叫做落下红，这个名这个姓嘛，捌看到，咧奇怪。但他叫做落下红，是四川人啦四川人这是伊的雕像甲伊画图，因为这是2000多年前的人所以像耶稣安尼嘛，无人看到伊的像用画就对啦那这个春节老人是什么意思？伊是伫西汉一位民间的天才文学家天文学家，因为迄个时阵也无电脑也无什么科学仪器但是他竟然能够发明这个农历。伊是发明叫做落下红所发明的。这落下红后来后代人甲伊称呼伊是中国天文学之父啦。嘛是民间甲伊称呼讲伊是春节老人。啥叫做春节老人呢？这个故事简单讲就是讲，早前上帝创造天甲地，这个宇宙运转。古代的人是讲奇怪，什么时阵会落雪？什么时阵会热天到？四季咧运转，一代过一代感觉迄个变化真趣味伊会循环但是呢，常常拢会时间有点变化，无啥正确所以早前慢慢因发明一种历法这个历法但是无讲介准，过无偌久春天伊搁咧落雪未落春雨咧这是安怎变化呢？无人知但是呢，伫迄个阵拄好汉武帝，咱知影汉朝是足强的一个国家，迄个时代，伫公元2世纪以前国力真强盛当时大汉帝国，因感觉一个足尴尬的，就是讲迄个历未准，汉朝的时代，因为汉朝初拍赢秦朝秦朝有一个律法叫做庄绪律。不过迄个律法因迄个时阵毋是用咱现在的正月做新年因是用10月一年做开始所以因是秋末冬初的时阵来过10月份的新年就对。但是经过用一个句说未准，农民发现讲迄个历法立春到不过天气还阁遐寒呢要夜景嘛无啥适合的所以这个当时是用农历讲的嘛汉朝的皇帝感觉讲足无好势百姓歹遵照所以就这个汉武帝一个公元前110年左右下一个诏书啦，讲来全中国全汉朝下面若有人对天文历法有研究的，拢来首都长安来做研究，看倒一个历法才是准的，有适合农民的，安就对啦。而且人中间有一个对四川来，叫做落下红，还有其他20位，当时互人感觉讲是天文学家，
要叫因算出历法。这落下风伫一般的人中间，伊是民间的毋是政府评的毋过伊实在是天才啦。伊当时制造一个当时到今仔日中国嘛咧讲，因这是中国足出名的发明，就是叫做巡天仪啊。这巡天仪照日头咧走来照出迄个时间的变化安尼。这巡天仪一个做出来了后，伊长期的观察，这骆孝宏甲伊的团队就算出一个会当下天时变化上水上好的历法。伫公元前104年，伫比亚所较早汉武帝讲安尼好，这个历法经过几若当来试验真准，所以就对迄阵开始甲骆孝宏因所发明出来这个历法叫做太初历啦，太初历。用，而且皇帝就讲哇，这大代志，这天大地大，所以伊的迄个年号嘛，甲改做太初呢。所以表示讲非常的重要。那这太初历，当时来讲是一个真正换一个时代的伟大变革。对后代有啥物影响呢？就是咱今仔日过春节，伊用正月来定做岁首，就是岁的一个起头叫春节。这骆孝宏甲金条10月份过新年的旧制，甲伊贴足，就是伫新春的春天的第一个月，孟春正月，叫做一年的开始。所以春节的概念就是安尼来，啥叫做春节？因为迄个历法把春天开始当成是一年新的开始，所以真正做到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啦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对农民非常重要。虽然现在我们只是在网络上看得到，但是早期的农民非常的重视，就是24个节气。那怎样一年12个月啦？这骆孝宏我当甲12个月，佮切做一半，变24个节气。正确改算，24开节，准确来入历法。而且呢，毋是安尼就过啊，伊用19年要有7年是闰月，佮改调整回归就对啦。你若讲一个月一个月过，嘛是会变化时间会差去所以伫19年中间有7摆有闰月。听讲这个2660几年，再过40-50年闰月是正月啦。讲迄年爱过2个春节安尼迄是一个历法的一个算法啦。闰月都是用正月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讲这个历史典故是要让咱知影。上帝创造这个宇宙、这个地球，日月星辰有伊微妙的变化。人领受到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精确计算。一年毋是365天一个地球运转这边是有小数点的。你若经过无偌久咱毋才有一个阳历，有一个2月29，就是因为佮加一日，才咱佮把迄个日子调倒转来。事实咱现在应该叫做农历，因为伊即个太阳历甲太阴历用日头甲月亮的变化甲夹做伙，所以即个叫做太初历，正做一个足有科学阴阳合历。兄弟姊妹，即个讲起来，即个知识影响，特别是华人世界2000年拢无改变的。所以现在逐年政府都爱，当时是叫迄个皇帝爱根据即个天文的这个官员来发布一本农历。到今仔日咱毋是政府发的，是民间家己咧发，发一个农历真正当时的老百姓就是爱照即个节期来种植，来压田，来收割，拢是有即个根据伫咧。即个24个节气真水的语言啦伊有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安尼即个变化。这是照即个四季春夏秋冬落去切过来，迄个变化拢是安尼。这个水到今仔日，莫怪华人的世界，拢要搁咧遵守，嘛是安尼进行。兄弟姊妹，
这个农历大家做伙过春节，到底意义是什么呢？是因为上帝予伊万米回春，予伊一年新的个未来，互咱百姓有一个感觉讲，过去一年无论是好也歹，新年就搁开始啊，万米回春啊。所以对心灵来讲，对百姓、对家庭来讲，嘛是真重要。啊，今仔日咱纪念咱富强教会庆祝50周年，咱嘛三甲来学习讲，记载纪念上帝的疼，溯源感恩啊，数算50载，50年，上帝所予咱迄个伫路径拢有游的地。我们一起来学习回首恩典之路。50年前，教会开拓的历程跟精神，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我们纪念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许多的上帝的恩典的仆人，同工一起奉献，这个都是在见证上帝信实的恩典。就像撒母耳记17章上7章12节，直接来读华语的。他说：“撒母耳在米斯巴和善之间立了一块石头，说：上主一直帮助了我们。”所以叫这个石头叫以便以谢，伊扁伊辖，就是帮助之石。富强教会，我们也要这样子来纪念说，上帝一直在帮助我们。我们在这边要立以便以谢的石头，帮助之石。感恩的时刻，也是春节，也是家庭团圆团聚的时刻。农历春年是回家团圆的日子。以前早期的世代大家出远门的机会很少，交通不方便，所以以前的春节是大家团聚在一起，一年的劳苦辛劳，在春节天气寒冷的时候没有什么其他的节目嘛，娱乐嘛所以大家难得一年煮了一个丰盛的年夜菜。较早无逐日拢有鱼有肉呢，都爱过节才有通好食这呢，所以难怪大家会那么喜乐团圆嘛所以这个时刻也是我们教会50几年这个属灵大家庭的团聚。所以我们不只是鼓励弟兄姐妹数算上帝在富强教会的恩典，也是在数算个人的家庭怎么样蒙恩恩典。就像圣经所说，你以恩惠为年岁的冠冕，在我们这个吊旗上面有写。这50载是神的路径，有低下的尽是上帝爱的自由。所以有50几年这个大家庭的感恩，也是我们家庭每一个大家庭，咱每一个家己的家庭领受恩典的纪念呢。咱兄弟姊妹，这个50几年，咱进前拢有复习过，伫利未记所记载，迄个禧年的意思。禧年的真正的意思是讲，咱爱是基督的内面，透放搁换新。有透放，就是一切颠簸，一切重担爱放落来，过来爱换新的脚步，新的日子新春禧年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宣告自由。宣告自由，咱知影利未记所记载禧年讲，你爱回去家己的家，回去自己的本居、本家、本地，而且你爱释放这些奴隶，而且让土地不再耕作，让他休息，而且这些奴隶有的要被得自由，债务要被免除。这是禧年的重要的意义。所以债务豁免跟自由，在新的一年，咱嘛是用这个精神新的时代的精神，咱就是靠着主，放下过去的重担，爱互相赦免彼此难免会拄到的伤害，而且嘛，甲咱家己迄个歹的习惯，迄个上瘾的物件。
甲束缚甲伊断了。安尼就是宣告自由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毋是敢若是看会到实际事物，嘛是咱的心灵。我伫咱的会友手机内底咱只传赖对毋对？咱赖拢有咱家己的封面嘛，有你的图像嘛。我看到咱的会友写伫咧封面内底写即句话，真合今仔日咱的意思啊。伊讲安那呢？伊讲，如果你习惯不改，再好的观念也无法改变你的未来。这是伊的封面内底写，意思讲，咱伫即个虚拟中间，咱嘛是共款学习。你的习惯若无改，搁较好的观念哇，这理念真好，你无改，嘛是无法度互你的未来改变安尼。有一个老阿公伫过新年的时阵伊有一个习惯，伊甲一本小小的册小册子啦伊就过去一年郁卒的代志、艰苦的代志，较人有啥物款安尼冲突的代志，拢甲写起来安尼。然后安尼伫迄个所在静默祈祷。伊这孙看到阿公咧写讲，阿公啊，你若拢写遐个歹个、艰苦个、无欢喜的代志，要创啥啦？安尼阿公讲，哎呀，孙啊，你毋知影，我甲过去写的遐有诶无诶写诶我即摆要现一页新诶啦，现一页新诶，旧诶拢要互过去啊。然后伫新诶迄页就写讲，上帝啊，我将新诶一年交互你，愿你带我跟对你诶脚步来行安尼。咱新村足侪人互相立志鼓励，即点是真重要。咱人拢有迄个旧诶习惯、旧诶迄个个性，咱要安怎靠信心来换新？这是真水真好诶观念。而且呢，即个互相的饶赦、赦免，嘛是新春重要的日子。咱拢知影咱有诶过新正了后拢即马拢流行讲行春啦，是去共拜年、拜年，是要拜什么年啊？即马拢习惯送个礼物，去那边坐一坐，喝个茶，那就过了。其实拜年原先最原始的意思是什么呢？拜年是当时唐朝的时代，因为两个非常重大的唐太宗的大官有恩怨，有温婉啦。这个皇帝足头疼的，讲这两个我的大支手骨两个袂合，当麻烦啊咧就听伊的部下的意见。讲来安排一个拜年啊，这两个伊的大众互相拜年伫迄个所在互相赦免、互相化解迄个温婉。所以咱讲唐太宗贞观之治就是因为伊会晓去处理着伊下骹手遐大支手骨伊的重要的干部迄个错误也是迄款的冲突所以拜年的意思嘛是互相赦免的意思，互相化解咱若甲啥物人有点安尼较早无解，无啥物解快乐的代志都大家去人厝坐坐咧炸一个小礼物，讲新的一年咱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宣告自由真重要，是因为新的一年咱会有即款的改变，咱新的年才会开始。就亲像咱拄则有读过圣经歌罗西书亚利拜哥这两段经文拢咧甲咱提起这个事。亚利拜哥安尼讲，当我想起另外一件代志，我愿望搁重新开始啊！上主的慈爱永远袂断绝，伊的怜悯永无止煞，因为亲像早起时遐尼新，亲像日头对东边出来遐尼确实。上主是我所有一切，我甲伊希望寄托伫伊，追求伊、信靠伊的人，上主要施恩予伊。这是一个对上帝迄个四季运转的迄个确定，
确信讲上帝是信息可靠的，我要挖靠伊。我若看见主互我的应允是遐尼确实，我就有愿望。佮另外一个是新年嘛是一个灵命安息甲更新的年。咱遮迄年讲利未记记载讲，咱爱互即个土地安息一年啦。即个安息土地都爱安息呢，佮何况讲咱世间人伫足无用的年节中间，我们要学习安息在主怀中。安息就是把一切的艰难、一切的重担都卸下来，让我们的心灵重新得力，换上新我。不只是体力的消耗要恢复了，心灵的重担也要卸下来。就像哥罗西书3章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他这么说：因为恁已经将旧的人甲习惯脱起来，旧的人甲习惯，穿新的，将新的人穿落去。这个新的人就是创造主照家己的形象，继续在甲伊更新的，互恁人真正捌伊。这段话有2个重要的意思哦，因为他说你把旧的人、旧的习惯、旧的我换掉了，换掉是为了什么？你活在原来的地方觉得很舒服啊，很习惯啊？不是，因为你换掉了是为了认识神啊。第13讲，换掉新的我是为了什么？因为这新的我就是要照上帝原来创造我那个模样。上帝创造我那个新的样式，我要重新穿下去，这样才能跟创造的神，这个施恩典的神，他说的话，我才领略的清楚。所以他说，借着上帝自我的形象不断的更新，就这样能够完全认识他。所以意思讲，咱一个人讲我读圣经读无，我上帝意思我唔捌。不是上帝有变啦，是因为你还未变，你没改变，你没有更新，你就不知道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就像我们一个旧时代的人，突然间跑来看到我们在用手机、用电脑，说你在干嘛？为什么人可以在天上飞？因为我们仍然活在旧的时代，对这个新的概念你根本不清楚，甚至是排斥的。早期台湾在开第一条铁路的时候，听讲迄阵。南北纵贯线，足侪城市讲唔通啦，迄铁轨路对阮这个庄城来甲阮破坏风水啦，真正足侪人讲袂使对阮这个县市来。即马咧抗争拢是抗什么焚化炉对吧？在抗争迄个殡仪馆唔去阮遮，较早是咧抗争讲铁轨路车站唔通设伫阮遮。安尼听起来是新较对旧较对。有的乡镇因为铁轨路车站无经过，就没落啦。人新的车站伫遐，人来客去，哇，都市拢发展起来。上出名就是新营甲咸水。较早咸水是大市呢。日本时代讲火车路要对咸水过，咸水人讲哎哟唔通哦，破坏阮的风水。所以只好走来新营啦。新营就是新的所在啊，新的土地伫遐起就无人抗争啊。后来说台南县政府设伫新营，无设伫咸水咧。兄弟姊妹，我们把旧我跟旧习惯脱掉，不是为了让你安尼难过困难呐，它是为了让你认识神，让你认识神说原来这个新的我才能跟神同合一啦。最后，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勉励是：50禧年，我们展望新世，我们要求神让旷野开路，沙漠开江河。弟兄姐妹，50禧年是要跨越，50禧年不是终点，就像春夏秋冬，伊无咧等你它还是继续运转，因为地球、月亮、太阳它是相互的关系啦。它一直在演变，它一年巡回又来。50禧年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停顿的点，但是我们要一个新的循环开始。到底我们新的日子是怎么样过呢？我们有没有脱去旧我？我们有没有脱去坏的习惯？我们有没有穿上新的人？我们有没有领受神给我们
创造新的事呢？特别我们在50禧年的时候，我们承接新的使命，所以我们鼓励教会的青年一代能够承接异象。新的一年，教会不仅是要富强，富强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吗？还是真正我们活在这个社区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是让人有感的，而不是一个表面的称呼而已。以赛亚43章19节，华语的说：“看哪，我要有新的作为，事情已经发生，你们看得见。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通路，在沙漠里挖掘河流，一个全新的变化。”所以我们要一个祝福宣告说：愿富强教会在新年中，好像春天的橄榄树，青翠茂盛，结实累累。我们用这样的祝福说：50禧年恩典满，新春猛虎主爱藏。我们带着50年的厚重恩典，重新得力，迎接新的一年。无论环境如何，上帝要在我们当中来做新事，来做新事。最后，咱华人的这个春节一个重要的典故就是12生肖。咱今年是什么年啊？马年所以今嘛四季大位拢有看到马但是台湾其实没有，不是马这个很普遍的地方啦但是那嘛是有在祝福啦，讲马年到底什么意思啦？用马年讲做咱一个互相的勉励，讲马年来到主恩高，马上有福寻主道。咱知影马是所有动物中间上特别的一种动物咱一般伫社会民间狗仔、猪、猫、鸡羊、牛是较有在接触啦。但是马给我们的概念，通常都是比较强盛的、奔跑的、奔驰的，甚至还有一种武力的象征。武力强就是兵强马壮嘛。但是伫圣经内面，启示录内底有4色的马。还是代表一个恶势力的领导呢？但是我们用一种祝福的眼光说，马年是喜年，是奔向丰盛的年。咱讲富强50，向神奔驰嘛。我们学习马的力量。箴言21章31节说，马是为了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我们从马的强盛，它奔跑千里，我们不是靠马的力量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马再怎么会奔跑，上帝的祝福才是重要的。所以迎接马年，我们需要谦卑来宣告说，未来不是靠人的势力跟才能，而是靠主的灵方能成事马的特色有几个点，给我们在新年一起来学习啦。马的属灵特质，第一个是顺服跟纪律，顺服与纪律。北宋有一位叫吕蒙正的人，他写了一篇短文，叫做《寒窑赋》。其中有一句话说：“马有千里之程，无计不能自往。”什么意思？讲马会当走几千里的，但是若无一个骑马的人甲伊控制伊唔知后边走，四过走。所以马会当走长的路，若无人甲伊驾驭，就无法当达到目的地。军人咧训练马训练伊会当顺服。伫战争，伫遐刀枪的中间，伊唔惊会当往前来走。所以，咱对这个马的强壮高走有甚么款意思呢？就是骏马必须听从骑马者的指令。我们的50禧年，我们期待我们每一位成为上帝的坐骑，意思讲，咱真做上帝车用，主带咱去到倒位，咱就往遐来奔跑。向神奔驰唔是讲你后边走，走来走去走无路，是神的带领啊。我们有上帝这位骑师来带领我们往前，所以必须要有个顺服跟纪律。第二个，马的特色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警醒跟力量。迄个根据研究马咧困上徛的呢，马站着睡觉，
因为他们随时准备出发。他遇到危险的时候，那咱马也要爬起来，足歹爬，对吧？马也要倒下要爬起来，足歹爬啊！因为脚足长，要爬起来歹爬，所以他们用站着睡觉。我们也是一样，学习马的一个警醒。在新的一年，我们保持灵里的警醒，随时准备好为福音来征战。第三个是群体跟共鸣。我们知道马是群居的动物，富强这个大家庭，我们要在马年的时候，我们更加彼此扶持，同心合一，而且并肩奔跑天路。这马的群聚，他们在跑会很有纪律的，前头有领头马，后面会跟着跑。这个马的奔跑，看到那个肌肉跟那个速度，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艳哈。愿马年也成为富强教会向神奔驰的一个象征。每年马也高照，而且是一日千里。我们富强教会也是一个往前迈进奔驰的一年。最后用民数记6章24节到26节这段经文来祝福大家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使你平安。在喜年的恩典中，愿你的一年有更新、有力量、有盼望。也愿你的家庭、教会的脚步都行在上帝的赐福里面。愿神透过这一段民数记的祝福，祝福在我们的富强教会，也祝福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这个时阵，咱要来唱一首新年的圣诗，434首，434首。主恩典大慈悲，咱坐咧吟来唱诗歌来感谢主。